1947年发生228事件，苏当时各地头拢有严重的官民冲突，全台湾拢有受难者和失踪的人。即阵中华县政府为着要纪念先人的牺牲，都伫中华228纪念碑头前办追思典礼，甲受难者的家属献花致意。伫这个悲剧受苦的家庭，求你带予因安慰甲快乐。由长老教会牧师带领祈祷纪念追思228事件的受难者。今年是228事件77周年，当时台湾各地头拢有爆出严重的官民冲突，其中中华也有侪的失踪人口甲受难者。中华县也伫中华228纪念碑头前举办追思典礼。大家共同来追思这段悲伤的历史的同时，嘛象征着讲咱人拢有平等发言的这个权利，而且拢爱受到尊重，爱受到聆听哦。咱也应该爱汲取228历史的这个教训，避免重蹈覆辙。县长参受难者家属同齐献花，甲代表和平的花放伫纪念碑顶悬，纪念先人的牺牲奉献。受难者家属嘛希望大家会当去认捌228的历史，做伙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，建立和平的社会。咱会当去谅解，嘛会当去包容过去这个历史，但是希望未来啊，咱会当汲取过去这个教训，咱会当好好面对这个事件，后摆莫阁发生。但是大家会当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。我的误解是无辜受害者，阮兜领到符的资料，都捐出来做基金会，咧奖励阮误解所读过的学校。我感觉这嘛是真有正面的意义。中华县政府2020年伫中华县立图书馆头前设立228纪念碑，嘛是中华头一个官方设的纪念碑，纪念先人追求民主自由的牺牲奉献。今年的追思典礼专程用弹头合掌代替掌声，气氛庄严重重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